新年的作为户外实境节目，到时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台湾各地来探险。来参加嘅一啲小朋友會喺繁多嘅路上接受各種挑戰哦。有的任務愛自家完成，有的任務就會同朋友共下合作。除咗愛比戶外發通，還愛比文學、美學、操作同觀察力。你有向下來去看那人大家成長嘅素材。當年嘅7、8月咧，台東鹿野高台都會舉辦熱氣球嘉年華，係台灣難得有熱氣球好體驗嘅素材哦。根本早晨大早大家來到呀，就係愛等宣布晉級嘅33人，因為呀前3名嘅人就得去坐熱氣球哦，唔係馬上哦。各位听众朋友们、南高队的朋友们，好，现在点到名了，往前跨一步。陈瑞，子恩，美范，其他3位没点到名字的，面向气球，往前走。现在要去哪里？那边有一台游览车，你们上去就回家。怎么办？没有啊，你们3个现在要搭热气球。就是晋级下一轮的，才可以搭乘热气球。今天我们是准备了调整一下心情哦，16颗的球，16颗，有些人后来才跟上，还是1个标准球，9颗的造型球。那么在白色上红区，我们台东的兰花球，白色的这一颗，还有台湾的绿巨人。好像已经没关系了，然后已经不会太在意。一开始猜的话，我是里面就是有想要支持他们，然后加上国华他在昨天的分数是很高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2个会入选。上一集辛苦贏到前3名嘅阿伯快、阿祖妹同阿二飛，也到終身做第去草夢嘅東京嘅熱氣球了。马上起飞哦！可以坐上热气球。很开心，超开心的。好，看外面。超高的，而且可以看到很多风景。对呀，像这个地方就看不到。好，如果在平地的话，都会树挡住了。但是往下看会觉得毛毛的。伫天堂高看江下，按到安江嘅風景，長白霧又當出嘅。草上熱氣球比來比去，真然係東南天邊睇嘅體驗。體驗過比上天堂高嘅7米以後，愛簽時同陳瑞、阿志恩、阿米范講再見呢。大家跳下去到台東鹿野火車頭，愛去食新家業嘅3個盛宴。3個新家業嘅盛宴分別係阿片、阿政府同阿北娟，今日會設立鳥嘅喏。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分组，请旧同学，当我1、2、3喊完之后，你们就把包包2个举起来，让新同学选包包。好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同学选。好，接下来就打开包包，看里面的颜色是属于哪一组的。那你们同样组别的就同一组哦。OK， 好，绿色在这边，红色在这边。我
的分组好像有点不适应。就是我刚开始还是有点不习惯，因为我们黄队也是蛮团队合作的，然后就是突然更换一个队友，就是一个新的团体，然后我们要一起团队合作，就要了解彼此，然后一开始就是有点不习惯，然后不熟悉呀，就是有点就不了解对方，很难会去做到那种团队合作。但是后来我们就越来越熟了，也是后来越来越熟了，然后就团队合作精神也有了。吃到啊，就会体能啊，各方面啊，就会爱较赞到啊，还有客家话啊、耐力啊，都会较赞啊就会你味的肌肤也较太，有种白醋油筋，成功记得爱迄客家人。其实是叫我出嚟夾爸爸就落去講客家，我本身就係大陸的嘛，所以我嗰時談都談唔成，我嘅客家全部沒提高哎，也是我的小老師。因為就是參加歐洲的時候，我就是跟他爸爸，哎，那個很適合他，很適合他，真的是因為他可以歐洲他所見的和學到的東西，比我們帶他要多的，真的很多，我是覺得他收穫了很多。而且他也認識到自己的不足，哪方面的不足，還有其他小朋友的優點啊。其實這是他非常非常寶貴的經驗，我是覺得真的很好。今日愛繼續去上茶飯道嘅里場，頭一站愛去台東延伸應用測試園區，大家都忙吉上愛行個出發了。这路有13.5公里安远，韩国做地工都系上架，都辛苦。为到爱保护大家嘅安全，保姆查出头查吹顺风肯定嘅，全唔敢害太办事。新加入嘅阿皮云同阿伯娟去到台体后，面试实系亮先，是讲硬冲事嘅还系团队啊。从阿伯快就有发挥团队精神。镜头安尼佢嘅背後鼓勵佢，看起來佢兩三冇因為前面嘅嚴格來影響到感情咯。前面，看，在前面，加油，衝啊！
加油！3公里，1公里，加油！厉害哦，逆转厉害哦，1公里哦。很累。我第1、2天都把体力用光了，今天都没体力。目前状况啊，其实今天新加入的3个小朋友的状况，其实还比较棒。但是就是还不熟悉呢，要团队一起骑车，就是会那个速度会忽快忽慢的。那尽量就让他控制在同一个集团里面在骑的。有没有痛了？每次水喝太急啊！先走啊！不能先走，我是教练，怎么可以先走？为什么教练？我要吐了。像你喝水要小口喝，不要喝太多，慢慢喝。很渴也是一样啊。你看，你喝那么多进去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喝那么多进去，全部都吐出来了？你小口喝，反而才会吸收进去。就是我一开始水喝太急，然后就吐，他们还没追上，然后第2次他们就追上了。所以吐了2次吗？4次。刚刚在那边是第4次。为何？那个很多上坡，你居然撑过来了耶！你中间我几乎都用牵的，就是快到的时候，就是有一阵阵的凉，然后他们就推着我走。哦，你是说风吹着你走？嗯。对，那你沿途上有看到什么？看到了，就是很多的树，然后草丛。我从来没有爬这么多瀑布。台东現正有東北季風、湖流、太平洋暖流，也有按天片嘅氣候環境，出產有全國中1.8嘅藥草嘅，今日就愛帶領按島成員向下來認識。好，有沒有各位同學歡迎來到人生植物園號？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植物的導覽組裝號。注意看，刺五家在这边，为什么？它几个叶子？5个叶子。全身有没有刺？好，这边一样有刺，它几个叶子？是不是有刺？好，这个叫3叶5家。刚才这位同学讲的刺3家也没有错，也是对哦，刺3家哈，4、5家。大家都當認真聽專家小姐出貨咯，任務就要開始了。出貨研究館，23人有一張任務卡，總共有11個種無共用要求嘅題目，完成簽到嘅前3名分別加3到1分。計時15分鐘。接着我們就是準備，開始。哎呦！又来玩了，慢慢来，不急，不急。媽呀，我腿有點長。外形像紅刺松，但沒有刺數，是有專與跟日相裝。有個實體啊？有筆啊？實體。實體這沒有。哎，都在實際的體。來，筆來了。長這樣。加，怎麼寫？啊，這種，在哪？哪個才是啊？副手8种的朋友，在后行。
有一种植物有香味，就叫稻草香。对，这个没错。然后自己圈起来。什么样子？什么的叶子像？我们来看。雷公根。雷公根对。第6个，传说什么可以帮助头发乌黑亮丽？何首乌。对，摄影机有看到啊。什么在叶子上有白点？白鹤林。可以帮助睡眠。白鹤林。对。有在摄影机看到啊。好。第5个，外形像小型地瓜叶，摘的时候手会有腥臭味。薰草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你有给摄影机看吗？哪一个？这个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个。这个是紫蝶花，这个是沉香，这是左手香，这个是雷公根。写一下你绕了几圈，把名字写上去。不用写这个吧？你看到叔叔几次？叔叔先让你几次。我就一直找不到路，找不到我们长这样导览的地方，所以就是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。我觉得我植物的知识还没有很多，因为很多植物我其实发现那个有一题是土肉桂嘛，我发现我其实早就找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那是答案，所以没有写上去。什么的外形像红刺松，但没有刺？香椿。摄影机有看到吗？好。恭喜阿宗妹、阿 P、阿伯快得到前3名，各得到3分、2分同1分。來就來到植物園呢，大家聽下來學到嘅有關植物嘅學法啦。我做7班講座嗰度戶外發送哦，120公分啦，戶外風景，1樹，2草，3花，係咪咧搞1團花？一條樹嘅按果哦，一個花按獎，係最後一公羊糕。台東還有一個當特別的地理環境，按到你嘅屋企，所以有幾危險，記得人講咯，沿橋下來去看啦。你嘅屋企要按到你嘅熱世界，喺台東比南鄉嘅李吉村。規片的土地係又細又幼嘅泥塊形成的，植物冇辦法生長。一搭尾就像月球表面，又古怪又荒涼，不少本人喊做惡地。以下愛問大家5題是非題，按照青島嘅人加1分。你嘅屋企要按到你嘅熱世界，就圖你嘅村錯也唔錯，請回答。你嘅屋企同比南海兩個壁，錯也唔錯。你嘅屋企認真將內區嘅孔又細又幼，以水為流過漂平面呢，時時都植物冇辦法生長，錯也唔錯。屋企同台南熱世界嘅體質景觀係共用嘅，錯也唔錯。呢個屋企係菲律賓海板塊同歐亞板塊相衝過後形成嘅，錯也唔錯。剛剛那個題目答對的時候，高興。因為我以為就是大家都在插那邊，所以我應該是錯的，但是沒想到我就對了。我覺得這裡其實是個不錯的地方，因為我覺得剛剛那裡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垃圾，而且這裡又很安靜。原來那個這座那個上面都沒有長草的這座山是在卑南溪的旁邊，然後呢，這座山也在高雄那邊，覺得這邊都好像沒有長草，覺得怪怪的。然後後來看到那個地都裂掉了，所以我就很好奇，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告示牌，
结果发现原来这边因为过多吸收盐，所以导致这边长不出草来。第一次看到月世界，然后觉得这个地形很奇怪，很好玩，然后我们就进来看一下，到那个步道上面看一下，然后我们有看到一些看板什么的啊，然后我们就阅读了一下，然后就懂了，原来这个地形就是这样子形成的。恭喜安怡菲演出青岛题，鼓手安怡菲取得第1分。今晡日嘅清明嘅行程，就係愛去到台東市區嘅宿舍，好好聊下咧。天公爺還有喊佢出嘅好高嘅遊戲等等大家哦。把箭头在哪？看头是最大的。接受这个技能。